現在喺我哋面前呈現嘅就係八字啦。我哋數一數，真係有8個字嘅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總共8個字。八字學裏邊亦都有另一個別名，就叫四柱學，分別就係代表住時間嘅年柱，代表月份嘅月柱，代表日子嘅就叫日柱，最後代表時辰嘅就叫做時柱啦。八字分別由10個天干同埋12個地支去建構而成。10個天干咧就會放喺八字嘅上高呢個部分。我哋睇一睇，今次嚟講呢一個八字嘅天干就係庚、癸、庚、辛，而地支咧就會放喺八字嘅下邊呢個部分啦。今次嚟講就係午、未、子、巳呢4個地支啦。咁所以八字係由4個天干同埋4個地支去建構而成嘅。